正喎！第一次行咗喎呢部嘢，勁啊勁啊！但係有個行李架有啲難搞。咁我上咗去先。我呢次搞完到我。我哋要揾你有啲好。低少少，或者你試呢度。我呢度唔夠過啊！我會借啊，因為。喂，等先，不如你等我上個架先咧，我搞複雜。我搞完之後唔要我再。喂，點解上唔實嘅？唔係喎。你唔係啊？我嚇死我冇試過有空香啊！真係。我幾點開啊？你咁快咁？800啊，800，10幾啊？10幾啊？哦，快咗啲。喂，頂我開。OK，咁樣唔會阻到你嘛？開。
bus compartment。乘客在车厢站立及行走时，请紧握扶手，确保安全。
兩個整體情況，危險先3個先。出咗3個先，如果安全嘅範圍咧。
最丑的一个阿鲁扎。
扶手，确保安全。